较我的，你会使较我的，你会使较我的。想我啦，想我啦！请问倒一句俗语甲气象无关系？唔敢放。诗的意思就是咱国语嘛有讲迄个就是不过端午不收贝啦。是迄个意思啦，就是讲无食五日的迄个，无食五日节的粽，你的衫后的衫卖收起来咧。旧的衫袂使收起来吼。这甲天气都有关系啊，对无？啊，春天后母面就是讲春天的时阵嘛是会寒啊。哦，春天哪会遮尔寒？因为恁爸爸带细姨，啊细姨对你无好意思。是安尼吗？啊，一点草啊，一点落是一年四季草一点落。迄早时的时阵，拢迄个草啊，拢会有露水嘛，露水，对无？是讲一支草啊，一点落是受人点滴的意思啦。应该是安尼。所以 A 产气象无虾米关系，对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对。你若是确定，我就是甲饲落咯。好，我确定。看一下。你家己拢家己讲假咧，全部拢解碎了啊！确定哦，是你。好来，确定哈。这个春天后母面就是讲，恁春天的气候变化足紧的，所以就想讲，咱像后母对迄个情人囝吼，有时好有时无好安尼吼。啊，过来这个袂食五节粽吼，怕又唔敢放吼，就是讲五节还袂够吼，天气也有可能会变寒，所以这两个拢甲气候有关系。甲天气有关系。啊，但是咱一枝草一点露，是咧讲吼，所有的草拢会得到这个露水啦。所以咱每一个人吼，天公都会甲咱保庇啦。哦，所以这甲天，这甲迄个气候是无关系。